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1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句口号啊？当然了，如果你记得这句口号啊，说明你的年纪也不小了。这个口号是10年前一位女教师，河南郑州的一位女教师，她辞职申请就这么一句话，叫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么有诗意的一句话，出自于一位教师的辞职信，而且也仅有这么一句话。今天为什么聊这个呢？因为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也就是写这个辞职信的这位女教师，她叫顾少强，她最近又有下落了。有一篇文章在介绍她10年前写出这么有诗意的辞职报告，这么有诗意的一个理由，而且当时风靡互联网，所以我们一起看兜兜转转10年以后，这位女教师她的现状。这是2025年1月12号，一个叫小雨海棠这个公众号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介绍这个辞职女教师顾少强的现状。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如此有诗意的一句话，居然出自一封辞职信，而这事件的主人公顾少强辞的竟还是教师这个铁饭碗。一说到这里恐怕就有很多人扼腕叹息。现在有多少人毕业了没工作？有多少人为了考个教师编制，清华的、北大的这些他非师范类大学这些博士985、211的都削尖脑袋往教师队伍里扎。真正很多初中学校、初中教师都是清华北大的博士，上千人竞争一个岗位。但是10年前人家有编制的教师就这么有诗意的辞职。所以你看，让现在的这些人看一看，是不是觉得非常可惜？说是去看世界，没想到兜兜转转10年，他居然又回到了原点。说折腾这么一大圈，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他，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我记得当时这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在朋友圈在网上刷屏。自那以后，很多人的辞职报告那是越写越有诗意，因为他点亮了，或者叫激起了牛马996他们心里的那盏明灯。尤其是那些在格子间里面摸爬滚打的打工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单调的生活，从事着单调的工作。这句话的号召力就让那时的年轻人感觉活着不应该这样，对吧？应该走一走看一看。我记得当时我身边好几个同事都辞职了，有人当背包客，从北京出发到西藏，他是一路打工，从西藏去了尼泊尔，反正还到东南亚转一圈，没钱了就在当地打工，挣点钱接着上路。顾少强这个写下这封辞职信的女教师，一时间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自由代言人。可如今10年过去了，谁还记得她？如果你当初去成都附近的街子古镇，说不定会在一家不起眼的小民宿找到她。你很难把这个弯着腰拖地的老板娘和10年前那个世界那么大潇洒形象联系起来的。没有热搜，没有轰动，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他自己也承认，想象和现实终究不一样。时髦的说法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人说他妥协了，有人说他失败了，但他却从未这样定义自己的生活。那么他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说2015年顾少强把那封辞职信递出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他只是觉得累了，想体验一把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老师，顾少强的生活像被程序写好的脚本，每天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学生，同样的节奏，年复一年。他觉得人生不该就这么被框死，于是写下了那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可当辞职信火了以后，事情就变得有点失控。记者的电话一通接一通，他甚至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找到他的。媒体的报道满天飞，朋友圈里各种转发的版本让他自己看着都头晕。有学生以他的辞职信写作文，有网友称他是情怀女神，甚至还有品牌找上门，希望借着他的热度做宣传。后来他承认，那时候他根本没有做好被关注的准备。顾少强想低调一点，但人们却把他架在了镁光灯下。辞职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仿佛成了被推着走的人。旅行的确是他梦想，可问题是旅行需要钱，他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辞职后存款也不多。但在面对网游代言、黄油资助、主持邀约这些看似能解决他经济问题的机会时，他却拒绝了。不是不心动，而是觉得这和自己最初的想去看看没有什么关系。无奈之下，
他只能精简自己的计划，从远方的异国缩小到国内，再缩小到能用火车和客车到达的地方，也就是他的现实，他的口袋承载不了他的梦想，他的钱包没有办法载着他去远航。成功迈出第一步，说杭州是他辞职后的第一站，他去看粤剧，感受那种古老戏曲带来的宁静与安慰。后来又去了乌镇，走过石板路，住在民宿里，体验了一回像住在画里的感觉。那时候的他以为自己找到了自由的生活，可自由的代价是很高昂的。旅途中的每一笔开销都在提醒他，离开体制后的生活，钱得自己挣。于是他的行程越缩越小。到了成都时，他停下了脚步。这座城市的慢节奏和低消费让他觉得可以暂时歇歇，谁知道这一歇竟成了他的终点。有人推荐他去街子古镇看看，说那里依山傍水，生活安逸。他去了一趟，发现这里街景和小时候住过的大院很像，邻里熟识，彼此关心。那一刻他感觉这也许就是他要找的生活。由于对成都的喜爱，他和男友商量后觉得这座小镇可以停留下来。他没有再往前走，而是在街子古镇租了一个小房子，开了一家民宿。开民宿这件事听上去很美好，每天接待四方来客，聊聊他们的故事，听听外面的世界，但实际做起来和理想差得太远。说的民宿，这个大家只要想象一下，口罩期间，你就前面2020年以前你就赚再多的钱，你经历这3年口罩啊，差不多是不是都已经搭进去了？但是有一种人有可能就不搭进去，什么就是压缩费用。什么叫压缩费用？就是这个民宿没有几间房，第二个没有服务员，老板娘就是服务员，老板娘就是厨师，老板娘就是前台，不请人，成本压到最低，这样他损失小一点。但是老板娘兼职这么多活，还得洗床单，还得收拾客房，那你说这和诗和远方完全不搭嘎。这老板娘是凌晨爬起来给客人加床，是白天一遍遍的刷马桶，是旺季床铺床单铺到腰酸背疼，是淡季为了一单生意绞尽脑汁打广告，一切都是为了一些琐碎银两。这里还有什么诗和远方，都是苟且。他辞职后这些年，他铺过的床单都快赶上当老师批改的作业，你看看。让人没想到的是，经过这一遭，他竟然又选择了回到原点。2022年，顾少强返回家乡郑州，从郑州出发，8年以后又回到了郑州。他的兜兜转转证明了情怀果然还是不能当饭吃。顾少强的故事曾经是裸辞潮的导火索，在那几年里，无数人在朋友圈转发他的辞职信，感叹他的勇气，同时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那时候不流行一首歌吗？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今天看到顾少强现在又回到了国际大都市郑州，又继续从事他的牛马工作，还是满怀感叹呢。所以今天就是聊聊辞职。首先，顾少强他辞掉老师这个铁饭碗，如果你以事后眼光来看，那他是个错误的选择，肯定是属于那种比较冒失，至少不够谨慎。实际上这在10几年前也很正常，10几年前还掀起叫逃离北上广，就很多在北京或者是沪漂在上海，也是种种原因厌倦了。一个是高节奏高强度的劳动工作，还有一个房价涨得太快，比理想涨得还要快，收入根本就追不上房价，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再回头一看，那些3线4线小县城的那些同学，感觉怡然自得，活得也挺滋润。所以那个时候流行逃离北上广，就像这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一样。兜兜转转10年以后，他们发现还得回到北上广。北上广只是容不下他的肉体，小县城不仅肉体容不下，连心灵也容不下，他的灵魂也没地方安放。到了小县城，他才发现更加绝望。这个报道非常多，就是逃离北上广之后又回到北上广，被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背景，正好是不是我们这10年给人感觉压力越来越大。无论你是在哪个城市，你是在什么工作岗位，你在哪个行业，你做什么事情，总体上是一年比一年压力大，一年不如一年。10年前当顾少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那个时候没有一点问题，那个时候工作还没有那么难找，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卷，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几百个博士去抢一个有编制的教师岗位。我刚才说了啊，
我就是那个时候前后13年、14年，有很多身边的同事辞职，开始放飞自我。有钱的那叫富游，去瑞士、去欧洲；没有钱的去东南亚、去非洲，叫穷游。有男的，有女的。再没有钱，国内到处乱窜。理想是好的，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这一走，本来是整个经济、整个社会在往上发展，他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也不要紧，看个几年再回头再找工作，不耽误。他依然要回到原来的轨道上。这一次出走辞职，可以看作是出轨，最终要回到原来轨道上。但是由于我们这10年经济发展，由于中间的3年的疫情，由于房地产暴雷，他这次出轨回不到原来的轨道上，原来的轨道已经有别人占了。顾少强开民宿，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贷款，有没有负债。如果要负债了，那他基本上很难翻身了。说到民宿，很多文艺青年首选是开民宿，这个恐怕大家都知道，跑到大理，跑到丽江古镇、成都开这种民宿的特别多。当然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文艺青年喜欢开民宿，恐怕还是被那个武侠小说给误导了。武侠小说里面很多这种客栈，新龙门客栈，那里面的老板娘个个身怀绝技，开门广迎四海豪客，叫闭店笑纳绿林英雄。这样的生活有诗有酒有剑。10年前顾少强义无反顾的把教师的这个岗位给辞掉，10年后教师的铁饭碗率先被打破。今天有篇文章介绍未来教育的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说的就是教师的铁饭碗率先被打破。150万小学教师将过剩，多地引入退出机制，就是让小学教师退出教育行业。要学一学顾少强，对吧？世界那么大，你们也应该出去看一看。说教师手里的铁饭碗以后可能没那么铁了。最近北师大有团队研究发现，等到2035年，也就是10年以后，你看看2个10年，将会有150万小学老师过剩，37万初中老师过剩。老师数量太多，打碎铁饭碗自然也成了大趋势。现在很多省市都行动了起来，开始引入教师退出机制。10年前是老师，对吧？顾少强老师，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10年后的今天那是教师这个编制是不是极度内卷？想去小学、中学当个老师，难上加难，难如上青天。再过10年，这些老师将不得不、将被迫，世界那么大，被迫去看看。最近2年，从教热带动师范热背景下，考取师范学院或自考教师资格证进入教育行业，已经成为广大在校学子与步入社会青年的又一青睐。现在已有多省市开始在专业动态调整中，主动给教育类专业降温。好好的铁饭碗为什么要没了？教师实行末位淘汰将成为大势所趋。根据教育部的数据近5年来，教育类相关毕业生规模持续增长，以教师为职业目标的越来越多。具体来看，普通本科院校教育门类毕业生数量已经从2017年的14万人增长到2021年的18万人，涨了30%。与此同时，选择报考教师资格证的人越来越多。2012年报名考试的还只有17.2万人，到2023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265万人，暴涨74倍，将近1300万人报考教师资格证。那准备干什么？这教师资格证也通货膨胀关键是跟这个暴涨的教师资格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生的数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少，是新生儿出生率断崖式下跌，对吧？这个账也很好算呢。从2002年到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基本维持在1500万到1600万的水平，但是从2019年开始，形势变了，出生人口跌破1500万，甚至2022年还首次出现负增长。自1961年以来，中国人口首次减少。根据统计，2023年咱们新生儿出生率只有900万，那你可以推算3到4岁上幼儿园，那也就是2026年有一大半的幼儿园必须要关门，因为没有那么多孩子。以此类推，2029年就有很多小学要关门，以此类推到2031年的初中，2034年的高中，就是一半以上要关门。如果你按现在的招生率来说，因为生源减少实际上等不到2026年，就在2023、2024年的时候，北京都有很多幼儿园、民办幼儿园爆雷。我在以前节目都讲过。
过啊，都已经等不到2026年。我告诉大家，就在2023年以前，在北京上幼儿园还要找人托关系。你现在幼儿园招生招不到，相关数据显示啊，过去2年时间，幼儿园数量减少2万多所，其中仅2023年一年就有14800多所幼儿园关门大吉。这就意味着啊，人口减少很可能带来教育系统的全面大洗牌，铁饭碗自然也不再牢不可破。事实上，教师行业打碎铁饭碗消息早已有之，并且相当一部分地区都在试着引入教师退出机制。就在1年前，北京丰台区发布了一份区管校聘的管理改革文件，其中明确指出，正在研究教师退出机制，对于考核不合格、在编不在岗的教师将进行调岗和辞退处理。另外，浙江宁波、贵州贵阳等地都表态要研究教师退出机制。教师退出机制啊，实际上就是企业的末位淘汰制，也就是以后教师他的管理和企业管理是一样的，教师数量过剩，必须要减少。那谁留下谁走人？实际上打碎铁饭碗的恐怕不光是老师，其他的行业都有。2023年3月，国家专门下达命令，要统一执行精简5%编制的目标。什么意思啊？也就是铁饭碗不铁了，甚至连金饭碗也保不住。那教师何去何从呢？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教师为什么要末位淘汰，要精简，要大量的退出，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减少，新生儿出生率下降。那日本、韩国它比我们先遇到新生儿出生率下降的问题，所以他们也先遇到老师过剩。那日韩他们是怎么解决老师过剩的？无论日本还是韩国啊，老龄化都比我们更严重。2022年，韩国就有消息传出，首尔有高中因为招不到学生被迫关闭。日本则更夸张，2023年被爆出，因为生源紧张，有200多所大学面临倒闭危机。那日本和韩国的老师去哪里了呢？答案是多所学校合并，比如说以前是县所辖的乡镇学校就被合并到县里，给老师们找一个新学校。但是这个老师还是多，老师还是过剩，老师怎么办？所以学校合并的同时，往往是相当一部分老师需要调岗，比如之前教的是主科，那么后来可能调整到美术，改教副科，亦或是直接被调到图书馆去社区参与社会活动，也就是变相的转行啊。甚至由学校，比如幼儿园、小学，直接给你对口到养老院。你本来是教幼儿园、教小学的，恐怕最终给你改行到敬老院去，教那些老头老太太画画，也算是给你找了个工作。这是我说的，未来教师这行业，未来10年是最惨的，因为它是严重过剩，而且它是没有办法进行调剂。你总不能从国外引进小孩，你说我们出口不行，美的给我们加关税，那我们想办法给它出口到非洲，想办法出口到印尼，再从印尼出口到美国，总之你得想辙啊。但是你说老师这个怎么办？教室里是空的，没有学生，有很多人恐怕理解不了，很多县级财政，他居然50%以上都是给老师发工资。我们换种说法，就是在很多县里面，老师的工资是县级财政最大的负担。那你说说，砍向老师的这一刀能挺住吗？尤其是现在学生在减少，所以你看，从10年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到我们往后的10年，那就是世界这么大，你被迫去看看。前10年是你自己在折腾，后10年是别人折腾你，你是被折腾。这是教师行业的一个写照。所以我在节目里面一再建议，如果你是师范类的大学生，那你就不要再想着从事教师行业，人生尽早规划。这个赛道啊，它是个悬崖，肉眼可见。如果你已经在教师行业，对吧，当老师当了3年5年的，趁年轻早点改行，还来得及。世界那么大，行业那么多，你必须换行业。如果你已经在教师这个行业里面干了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那你只能等着继续坚守岗位，迎接暴风雨。总之，你越年轻越早改行，受益越大，越主动。还有那些985、211毕业生，对吧？还想着进这个教师这个队伍，没有必要了。还有一些这个博士，对吧？或者是海外留学的，还想进大学当老师的，这个路也不好走。就是大学的老师也够呛，更难。最后再说到这个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个老师以及10年前辞职的这些人，也没什么可惜的。这个人有情怀不是错，只是情怀错付，遇上经济下行而已。恒大刚爆雷的时候，也就是3年前，咱们每天都说保工作、保现金、存工行，也就是因为看到经济形势不好，工作很难找。一旦你辞职，一旦你失业，你就不好找到下一份工作。未来几年还是这样，未来至少10年都是处于保工作状态。情怀要有，人不能没有情怀，但是饭碗
往还要保，钱包里没有钱，饥不果腹，那情怀靠什么实现？所以现在这个经济条件下，对年轻人的要求就是理想是理想，赚钱是赚钱。我们就像北极熊过冬一样，即将到来的是严冬，那你要想扛过这个严冬，要冬眠，那你就得广泛的积蓄脂肪啊，这个脂肪就是存钱，你不能负债。你在10几年前那个时候你还可以追求说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你找一个工作可以承载你的理想，你还给自己一个规划，我想干什么，也就是说想法比较多。但是那是10年前，现在应该调整你的这个观念，也就只要给我钱就干，我的工作跟理想跟什么未来没什么关系，不能挑肥拣瘦，捡到碗里都是肉，就像北极熊一样，吃到肚子里都是肉，已经不能再挑了，再挑这个冬季一来临，你过不了冬。所以说现在找工作纯粹就是看给不给钱，能不能按时发工资，发的工资够不够你吃，够不够你喝，要求要降低，不能再好高骛远了，不能既要又要，因为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允许。10几年前你找工作的时候还会在想，我在这未来能什么样，我在这行业里面未来有什么帮助，你还有所谓的职业规划。现在把职业规划先往后放一放，因为毕竟那个是远期的事情，你现在要做眼前的事情，也就是更注重眼前，眼前你都过不去，谈什么未来？过10几年前是可以的啊，10几年前咱们是可以畅想未来，未来更美好，但是现在我们要当下，要度过当下，所以年轻人就业观念要调整。如果你抱着过去的那些就业观念，恐怕你没有办法适应。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